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0月9号，今天是诗篇22篇1到15节，约伯记20章1到29节，马太福音15章1到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自古以来。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必须有历史观，要重视传统。但若是太过分的重视传统，则又跟不上时代，非常的可能就变成了一个进步的阻碍。当然，我们并不是要说所有的新的保证都是好的，只不过是太过分的强调传统的时候，就容易变成了举步艰难，无法进步。教会更是如此。如果教会太过分强调历史跟传统，就很可能会流于所谓的宗教形式化、宗教的礼仪化，而失去了信仰的本质。那么教会如何时常思考过去、现在、将来，常常都思考过去、现在、将来，这是必须要的，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继续在谈的之前，我们先回到约伯的记载，我们要看看约伯的记载跟这个自古以来这样的思维跟教会有什么关系。约伯的朋友拿玛人说法，他说道：约伯啊，你使我心烦意乱，我忍不住要回答你，你说的是侮辱的话，但是我知道怎么样回答。你当然知道，自古以来，从人类被安置在地上开始，邪恶的人得意都很短暂，不虔的人欢心也不会长久。似乎这位朋友说法，在对约伯所遇到的境况，他来说法是说，因为他很自豪，甚至好像说约伯是邪恶的人，不是敬虔的人，因此他的得意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一切都被夺走了。当然我们知道他不是在讲约伯，他指的是撒旦他讲撒旦对约伯的攻击，然后上帝要出手，他在劝告约伯放手给上帝，必须要放手给上帝去处理。经文里面的记载这样说：邪恶的人吐出窃夺得来的财宝，上帝要夺回，甚至从他腹中掏出，让他尽量吞噬吧。上帝要向他发烈怒，正像暴风雨袭击他。他想躲避铁剑，铜剑却射透他，剑刺穿了他的身体，闪亮的箭头染着他的血。他被恐怖抓住，他所积聚的一切都毁灭了。不是人手点着的火烧毁了他和他的全家。天要显明他的罪，地要作证攻击他。在上帝愤怒的洪流中，他的财富荡然无存。这便是邪恶人的命运，是上帝指定给他的结局。这又似乎在告诉约伯：哎呦，忍一下啦，自古以来就这样子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过一段时间，上帝就会处理了。乍听之下似乎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事实上一点都不能带给人安慰，特别是这种忧伤中的人。我们想想看，就好像在对一个刚刚失去亲人的人说话。他说：“哎呦，没关系啦，哎呦，不要哭啦，哎呦，这正常的啦，哎呦，自古以来人总是会死啊。”甚至有人会说：“哎呦，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啦。”这样的话语不但不能安慰人，更是会造成这个在忧伤当中的人之恶度伤害。自古以来，这样的传统虽然是美好的，可是让我们看到过去，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过去上帝带领赐恩的这个脚步，也更可以让我们回顾自己的生命充满多少的恩典。无论我们的生命遇到任何的境况，都有上帝的保守以及看顾。但是我们若太过分强调传统，就很容易受到传统的束缚，而失去对真理敏感的反应。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15章第1到第9节，法利赛人就非常严重的犯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对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遵守我们祖先的传统啊？他们吃饭的以前为什么没有按规矩洗手？”祖先的传统，祖先的规定，好像比上帝的命令来得有地位，来得重要。我们看到借着这个问题，耶稣基督就回应了法利赛人他们疑问的回答，就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遵守传统，却违背上帝的命令呢？上帝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要处死。你们偏偏说，要是有人对父母说：我已经把奉养你们的钱当公物献给上帝了，他们就不用孝敬父母，拿传统来抵消上帝的话。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所发的预言是多么正确啊！他说：上帝这样说，这人民用唇舌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竟把人的规范当作我的命令，他们敬拜我都是徒然。其实法利赛人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将上帝这个颁布给他们孝敬父母的诫命转成其他的用途。我们也许可以用现代的语言来类比他们这种行为，叫做挪用公款，没有按照指定奉献去使用。供应给父母的孝敬父母是上帝的诫命，所以他们没有遵行上帝的诫命，却用传统来代替了。法利赛人却用传统来挪去这些金钱奉献给上帝，其实这并不是上帝的旨意。基督徒能否在生命当中学习听见上帝的声音，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仅在乎历史传统，说自古以来这样的习俗？我们应当如何做才可以从历史当中学习优良的传统，又能够避免在历史的洪流中忽略了上帝的声音？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听见上帝新的旨意和命令，值得我们基督徒思考。最后，我们再一次用诗篇22篇第1到第15节
作为今天的祷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我哀嚎求助，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我的上帝啊，我白天呼号，你不回答；我夜间哀求，也得不到安息。但是你被尊为圣者，是以色列人颂赞的对象。我们的祖先信靠你，他们信靠你，便拯救他们。他们向你哀求，就逃脱了危难。他们信靠你，不至于失望。然而我不再像一个人，我像一条虫，被人藐视嘲笑，看见我的人都讥笑我，对我摇头吐舌，说：你依靠上主，他为什么不来救你？上主若喜欢你，为什么不来帮助你？上主啊，你使我安然出母胎，我做婴儿的时候，你保护我平安。我一出生就投靠你，我一离开母胎，你就是我的上帝。求你不要远离我，灾难到了，我却求助无门。许多敌人像公牛包围着我，他们像巴山凶猛的公牛围攻我，他们像吼叫的狮子，张口要吞吃我。我的精力消失，像泼在地上的水，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像蜡融化在内脏，我的喉咙像尘土一样的枯干，舌头粘在牙床上，你竟让我在尘土中等死。